基平太嘅空间地板，披得到一层一层浓浓嘅香味。原来系店主人朱志成当初煮咖啡。朱志成所用嘅咖啡豆，看起来就系一般嘅咖啡豆，不过讲起佢嘅身体，绝对唔系本人咁講之外，因為佢咩尖橋嘅，也咩雲林古坑、台南東山，也係屏東、台東嘅咖啡豆，係出產果汁裡甜刺，咁嘅鄉鎮台中東市。啊，就設計種本來冇幾多條啦，啊，後背後就越來越多，啊，就想講啊冇來去做看看啦，用東西都一個新興嘅產業，啊，可能是個東西可能發展會較好。來到朱志成嘅咖啡園，樹行嘅咖啡豆達到結結，為咗本咖啡生了更加好，自然佢嘅寫也必須像照顧其他農作物相關，洗蔬菜都要注意到。就連天底下嘅草也要耐心嘅去拍。當然想想，朱志成幾年前係一位水田工人。拄好因為你們時機歹啊，拄好工廠都冇寫，啊，都拄好像拄好，啊，你們做幾下年嘅吼，啊，你們開個接安多農會啦，個有誒某個團體啊，從在做活動啊，啊，所以就想講，啊，既然都冇寫，啊，我就專心做咧，做看冇考，看冇做看有冇個成績冇。太環境本36歲嘅朱志成，繼承屋下9分太嘅地做起工種人。不過當時有名聲嘅果子已經按到咧，做乜嘅會種一種唔係當熱門嘅咖啡呢？以前有種咪因為都看親戚啊，一家都講種嘅咖啡，感覺好搞，啊，一家都做伊種掉來。種啊種咗，啊所以種咗一多咧，啊就想講啊種按多，啊無來到班來做嚟看看，啊一家嘛愛啉咖啡啦，啊就想講啊種看看吼，啊一家來種看看，伊囤冇擺賣都係冇相款啊呢。同時，朱志成還發現，當時種出來嘅咖啡品質，藝術也唔係小本難鋪解。影響嘅氣候吼，同更加向嘅算影響嘅早晚溫差較大。啊，景光就變早晚溫差無限大，變影響嘅吼變集中性無較好啦。啊，毋過吼就係買要看人客啦，因為人客佢家己啉較香嘅就係價就較好，所以無講吼，內行嘅咖啡係清好嘅，對客人那人客家己就算清好啦。就係講影響嘅味道吼，就係較回甘啊，香氣上背吼都有較好藝術啦。朱志成講，種咖啡嘅困難度無高，麻煩嘅係條小路，所以看到當地嘅烘焙、種植面積攏已經達到成熟階段過後，朱志成決定成立咖啡產銷班，本40位班員嘅力量更加集中，也想要打出東市咖啡嘅知名度。因為咱佇東市當多人種，啊，毋過就係總啊無法度好像安尼銷售區域冇擺安尼。當多年前啊，就有頭前農會都講，想要成立一個咖啡產銷班，啊，毋過就係嗰時就係冇人都出來啦。啊，去年就係因為有幾下屆有打電話農會了，啊，講農會講打電話同人講，是得成立一個產銷班嘅，啊，人講伊招人來。成立了個產銷班啦，也因為有了產銷班，本班員對本來種來自家啉，到了下實際做到商業生產嘅階段。大家跳總啊有到天堂嘅，唔像以前總啊變到木卡，啊冇法到樹頂，啊用佢走白跌落個天嘅，安尼啦。啊，即無你萬到大家總啊要對小心落個啊要處理好，啊就加減冇賣安尼。雖然產銷班嘅咖啡開始頭賣。不過，呢下到底只係正開始嘅階段，係忙打開市場，所以朱志成同腦筋通到相關產品上擺。個單個咖啡呢，吼冇乜個對講冇按豐富啦，啊所以像講做到吼副產品出來，看冇講。
让人感觉哦，咖啡都按简单的无配用的东西，所以咱就做着咖啡的香皂啦，啊个。安尼做，唔但将本行销管土更加多元，还是在天受消化扮演嘅咖啡。那正经讲做卖无按度的话，流的时哪做到配用的用途，看无讲东西无流头讲流按度安尼。产销班嘅咖啡豆也拢系由组织性负责烘焙，因为安尼将实在方便控管品质。看定咖啡豆嘅色对浅变深，烘焙完成，组织性一欢喜，因为大摆完成一批豆，离东市咖啡嘅品牌又更加近。组织性对这位水田工人，因为兴趣变做咖啡农，更加因为爱丰富故乡嘅产业，成立产销班，一粒一粒将嘅咖啡豆，除了有浓浓嘅香气，还加系一位后生人对菜体嘅热情。